今仔日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带立委黄国昌去新北2间宫庙来参拜。我国界认为讲是已经开始咧为2026年的新北市长的选举来做准备。因为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、新北市的副市长刘浩然，一个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，嘛拢有人以为讲会是新北市长的人选。另外，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去到台中来参拜发礼物，搁再呼吁大家唔通分党派，爱共同来为台湾打拼。新年快乐！原来拜年，原来向拜年民众发家己做的发财金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甲这政区伫新北的党籍立委黄国昌，准备300份，伫5分钟内底全部发了。两人透早合体，连走新北2个宫庙办拜祈福，互外界解读民众党为避战及控制了新北市长选举继续布局。新北这个当然是黄国昌很重要，那不用我补选了，那胡选了。他其实这样的，就认真工作，这样水到渠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黄国昌强调会亲走基层，为组织定金。面对民众党来势正雄，国民党为立委洪明凯、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、到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，拢可能点名是接手的可能人选。不过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无必讲属于多一人。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让这个城市更进步。这才是我现在专心一致该做的事情。另外，副总统也是总统当选人的赖清德是到台中进行宫庙拜拜，佮发福袋啊，受民众热情的欢迎。为了台湾无分党派，大家共同打拼。我相信，只要咱团结共心，斗阵打拼，咱台湾一定会当愈来愈好。赖清德致辞的时阵呼吁无分党派应该共同为台湾努力团结，互国家是愈来愈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